就是怎样，毋知安怎。伊瓦萨奇克大陆，罗马字发音式台湾字典。就是怎样，毋知安怎。你若要买旧的，就是买无新的，毋知要买旧的。伊若要受气，就是你毋照约行，伊毋知要受气。伊怎样定定破病，就是无顾性命，毋知会破病。你若要兄涂炭，就是无火炭通兄，毋知要兄涂炭。伊若会死人，就是无知识，毋知会死人。伊都食无偌济，哪会吐？就是食无惯势，毋知会吐。迄都用无偌久，怎样啊遐紧歹？就是起头无创功夫，毋知会紧歹。都遮寒啦，你怎样毋穿袖仔？就是予贼仔偷遐了了，毋知无袖仔通穿。迄条代志你怎样毋甲伊参详？就是伊无伫咧，我毋则无甲伊参详。你是怎样毋趁伊的命令？就是伊逐摆要压制我毋则毋趁伊的命令。你怎样不时头壳痕？我就是烦恼伤过头，毋则不时头壳痕。你怎样毋过读？就是爱困，毋则毋过读。